台南市总共有649个里，不过活动中心才503个。议员陈义珍上午透过民政局的业务报告加质询，关心北区正觉加圣安活动中心的兴建进度。虽然正觉里活动中心明仔载就要动工，不过亲像圣安社区的活动中心，虽然早就核定，不过却一直还未动工。询问北区公所目前的进度。明天也是我们的喜事，就是明天是我们的正觉里活动中心要动工。好，对，那正觉里活动中心明天动工之后，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完成？正觉里活动中心，应该也是112年要完工，但是也是要到113年才能够进驻。好，那我想这个都是地方期待很久的哈。那另外就是我们之前也一直讨论到的这个圣安社区活动中心哈，因为其实它核定的更早哦，但是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听到说什么时间要动工哈。那我想里长啊，还有地方的居民也都非常关心，那这个案子目前的进度是怎么样？它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动工？是跟议员报告那个，因为圣安社区活动中心这个案子要送都市计划审议委员会去审查，那现在目前已经审查过，我们在3月25号有提送那个修正的计划，那4月25号要完成西部设计，那在西部设计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准备可以上网开始招标。那当然西部设计的部分还要再多的讨论。好的，那所以区长，我们打算圣安社区活动中心这个地方预计什么时候可以来动工？应该如果速度快的话，赶在今年之前。今年很快要过去了哈，然后今年是选举年哈，大家都有压力哈，所以我想时间点上哈，我想核定的经费它核定的其实蛮早的哈，但是可能有一些因素啦哈，所以里长也一直在问，地方也一直在问哈，所以而且他们过去活动中心使用率其实很高哈，所以其实现在大家没有这个据点来讲，因为附近很多长辈啦哈，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时间上在加快哈，务必今年一定要动工啦哈，尽早动工。除了关心活动中心的兴建进度，另外甲民政部门相关的就是年底选举。这位议员以民政局兼选务的工作，除了要求各区公所要谨守行政的中立，另外在活动公告的通知嘛应该一视同仁，绝对袂用有政党之分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